后来即摆囡仔生了少，为着要栽培囡仔，爸母搁较贵嘛感慨。台南有业者甲美国的太空学校来合作，为国小的学生设计着14天的太空科学夏令营。这个暑假要带囡仔到美国的 NASA 太空总署宇航基地，甲太空人、甲科学家来互动。一个学生要28万哦，结果中南部的家长是烧钱报名。天气开始变热，夏令营嘛开始招生。即卖有业者上准顶站的人客，和美国的太空学校合作，推出天价28万的夏令营活动。看它旅游的内容行程是什么啦？那我刚看了一下，它这是一个有主题性的一个行程，见仁见智了，看个人的经济情况啊，口袋不够深呢。业者推出的休斯顿太空科学探索营，对象是国校2年到6年的囡仔，按算伫咧7月到 NASA 的宇航基地，和20个学生会当和太空人、科学家佮教授来互动。有家长一下手就开超过50万，替2个囡仔来报名。这种行程真的是千载难逢啊！因为对小朋友来讲，有可能这一辈子有可能就只有这一次而已啊！我会去尝试看看。活动一推出就真夯，嘛，互原本5月底才要关团的业者，提早伫咧4月底结束。若主要替囡仔报名的家长，大部分来自中南部。业者讲，英国敢若针对各中高中，佮有大学生，这个是头摆针对各校的囡仔来设计。家长其实都是非常着眼于为了让孩子能够在这一个暑期当中，而且在假期当中，然后有一个非常棒的深度学习。行政长嘛会带囡仔到无法度买票参观的地点，亲像休斯顿的太空港，佮有全世界头一只核这样倒立的实验室——休斯顿大学医学中心。贵桑桑的夏令营，家长嘛是愿意开钱，希望会当互囡仔开眼界，佮有美好的经验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